話咁快，今日就5月4號啦，啲人真係散得好快啊！前幾日動物公園咧人山人海嘅，你睇下今日係咪少咗好多人咧？動物公園咧亦都係全廣東最抵玩嘅動物公園啊！呢度有分3種票類啊，免票、成人票同埋半票啊！俾大家望一望呢個價目表先啦，5月1號到5月5號咧，全票8至16蚊啊！限時限後，啲家長們帶埋小朋友啊，一家大細過嚟動物公園玩，真係好值得噶，因為呢度可以行成日啦。售票區域今日都係唔使排隊嘅，成個廣場今日都算行得比較輕鬆啊。2號同埋3號嗰2日嘅話，呢個位置逼滿晒，周邊咧亦都係塞晒車噶，地鐵亦都係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，坐地鐵都好艱難。過多2日就要翻工啦，所以今日4號出嚟玩嘅人開始慢慢逐漸減少啦。不過而家啲街坊咧就反完啦，而家出嚟外邊坐下休息下，去坐地鐵咧亦都唔使排隊啊。5號線啊，C 出口啊，去到4點半，大家又望到出邊環市東路啊，又好順暢啊，唔會塞車今日啊。聽日最尾1日嘅假期啦，而家行動物公園輕輕鬆鬆啦，因為開始啲人流咧減少咗好多啦。好啦，今日嘅視頻咧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